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我哋日更頻道啊。咁我哋呢一集呢，同大家所講嘅就會係一啲同新冠病毒相關嘅資訊啦。咁無論你喺香港又好、澳門都好，甚至大陸都好啦。咁其實而家嗰個新冠呢，係開始有一個叫做死灰復燃嘅情況出現。就喺大陸嚟講啦，嗰個新冠嘅確診數字啊，喺急診嗰度呢，係急升嘅，升得都好犀利下嘅。咁香港呢度啦，近4個禮拜有45單成人嚴重個案，7人死亡，活躍度係1年嘅新高喎，1年新高喎。香港嘅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喺16號嘅時候提到，新冠病毒同季節性流感嘅活躍程度喺上個禮拜進一步上升，新冠病毒嘅活躍程度更加係創咗1年嚟嘅新高，顯示新冠已經進入新一輪嘅活躍週期，而鄰近地區亦都有類似嘅情況。喺過去4個星期，佢哋中心一共錄得45單涉及成年人嘅新冠嚴重個案，包括有7單死亡個案。6月份有2單兒童嘅嚴重個案，都未有接種新冠疫苗嘅。咁小朋友呢，係一個高危嘅群組嚟嘅，咁冇辦法嘅。咁因為佢哋中咗係好容易會瀨嘢嘅，而中心預料新冠病毒同流感嘅活躍程度喺未來幾個禮拜都會維持喺一個高水平，就呼籲市民無論留喺香港定外遊都好，應該要保持嚴格嘅個人衛生同埋環境衛生。長期病患同埋免疫力低嘅高危人士呢，就要搭公共交通工具同埋去到人多擠迫嘅地方都要戴口罩啊！嗱，呢度呢係佢哋政府嘅一個公告啦。咁睇到啦，嗰個數字係升咗嘅。衛生防護中心話，嗰個新冠病毒檢測陽性比率升到去上個禮拜嘅 9.79%， 係多咗1個 percent 嘅。咁其實如果咁講嘅話呢，新冠又再出翻嚟喎。咁其實都唔記得咗佢好耐噶啦。上年就冇呢個狀況嘅，咁可能係咪有到時到後啊？佢又叫做差唔多要變種嘅時候呢，就會出翻出嚟呢。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啦，嗰個新冠病毒呢，其實嗰個傳播力係好強噶。雖然話而家個殺傷力唔高，但係你唔高呢，都有45單嘅成人嚴重個案，仲有7人死亡。咁其實我自己覺得呢，疫情呢幾年之後呢，大家嘅身體都係差咗嘅，係容易病咗嘅。咁然後嗰啲嘅流感啊、甲流啊、腺病毒啊呢一類呢都好勁。以前係唔覺得佢哋有咁勁喎。以前啲流感啊或者甲流呢，我哋唔會係覺得咁辛苦喎。反而係新冠疫情之後呢，我哋一中流感啊、甲流呢，哇！你燒到好勁啊，退唔到啊咁樣嘅喎。係咯，係咪戴口罩嗰幾年係我哋嗰個身體嘅抵抗力係差咗好多呢？就因為一直有口罩喺度整住啊，咁啊擋住啊，叫防咗好多病毒啊。但係其實我哋身體嘅抵抗力就因為口罩過度保護又差咗呢。咁我唔知道啦。咁反正而家政府叫你戴口罩啦，就係戴口罩啦，係可以有效咁防到新冠嘅。咁呢一樣嘢，我認為都啱嘅。咁睇翻啦，重症及死亡個案方面，喺過去4個禮拜，香港就錄得有45單涉及成人嘅新冠嚴重個案，有7單係死亡。流行病學調查顯示，當中有85% 係屬於65歲以上嘅人士，即係話45個入邊有大概係30零個係65歲嘅。咁即係話呢一輪嘅新冠呢，老人家同小朋友始終都係最高危嘅人啦。佢話啦，呢啲比較年長嘅個案入邊有超過90%係長期病患，所有個案喺過去6個月都冇打新冠疫苗。兒童方面，佢哋喺6月錄得2單嚴重個案，都係冇打疫苗嘅。咁即係話65歲以上嘅呢一啲老人家，佢係一個高危人士。咁然後呢，佢哋如果係長期病患，係更加容易中招，因為你有90%係長期病患啊嘛，可能剩低一個身體都唔係咁好噶，一中就好容易瀨嘢噶啦。咁我哋香港嗰邊話，新冠病毒已經進入新一輪嘅活躍週期，鄰近地區嘅新冠活躍程度近月亦都上升啦，包括內地、
澳門、日本、韓國同新加坡參考以往嘅數據，佢哋預料新冠活躍程度會喺未來1、2個月維持喺一個較高嘅水平。咁至於流感啦，個香港6月份已經進入流感季節，最新嘅監測數據顯示，上個禮拜呼吸道樣本中流感病毒檢測陽性比率係8.75。哇！咁如果係咁嘅話，即係你話流感啊同埋新冠咧，佢哋個比率係差唔多嘅喎。如果係咁計嘅話，你求其是但中一樣都幾攞命喎，可能真係戴翻個口罩會好少少喎。咁同埋而家咧已經到暑假㗎啦。咁其實如果咧你係叫做翻大陸玩，你要小心啲咯，因為大陸我記得好似上次嗰個新聞係有79000個案例啊嘛。咁呢啲咧仲未計嗰類叫做冇報出嚟嘅嘢。你有好多人冇報出嚟噶嘛，佢自己喺屋企嘔下好翻嘅。咁你新冠係咁噶啦，你病毒嚟噶啫嘛。佢可能以為自己咧係叫做中咗呢個普通傷風感冒。你而家你新冠係同傷風感冒差唔多噶嘛。咁所以佢可能覺得中咗，你好多係冇驗到噶。你係去到一個咧好辛苦頂唔順、好高燒嘅程度咧，你先至會去醫院嘅。所以我認為真正嗰個數咧係唔止咁少啊。咁當然啦，有好多人都唔驚嘅，覺得唔戴就唔戴嘅。即係以我自己嚟講咧，我都未必會話去戴嗰個口罩嘅。係啊，我自己未必會戴。你話再之前咧話有啲唔知咩病毒啊，咁就可能會驚啦。咁但係其實都事過境遷嘅啦。咁而家嗰個新冠病毒嗰個死亡率對於呢個嘅年輕人啊、壯年人啊，嗰個致死率唔高嘅。但係老人家就要小心咯。我建議老人家就一定要戴翻個口罩咯，或者大家啊可能身體差嘅，去人多擠迫嘅地方都要戴咯。咁因為咧有時候我自己咁覺得啦，嗰啲大陸嘅家人們咧，佢哋打乞嗤咧係中意向住人打㗎。佢哋係會追住你嚟打嘅，我覺得都係一件頗為恐怖嘅事嚟嘅。係啊，因為你諗下喎，佢哋嗰啲人咧打乞嗤咧係唔會揞住㗎，而且大陸嗰度係有一定嘅感染個案啦，同埋你都知啊，之前睇過啲新聞嘅，就算佢哋病住啊，都係會周圍走㗎。佢哋求其食2粒止痛藥啊、退燒藥咧，就會叫做可以周圍大地任我行啊。所以呢一點係大家要小心啊！見到班家人們咧，你哋唔好行咁近，你要避開佢，知唔知道啊？嗱，呢個係我俾大家嘅一個忠告啦。咁呢個新聞咧就簡單同大家睇到呢度啦。咁你哋有咩想講啊？下邊留個言啦。咁我哋下集見啊！拜拜。